家好伤心，只在下母子三两股，相依为命不才生，三米有一样样贵，家务分文才生只有长夏普陀，雄娃大志，来年便是大比之年，愿相君君归康，本来家贫如洗，既无温存，又无恩家费用，无奈何只得相亲友就近。这是他们一个个都翻脸不认。父亲他见我空手而归，平顺伤心。见了母亲，最好也相劝于他。心有千钧同，母亲，二位娘爱心，儿郎，你回来了，为娘洗碗也烧好了，你歇歇一会，你去用吧。儿不我。母亲想给我了，母亲也有吧。我吃过了，儿郎，您自可人接到。我得到张家去祭告，他是自然把卡离家门，李父本来是亲情，恰又是金币家为不应生，人中那些亲无有，一个个翻脸不认人。劝母亲但人一日起，你千万不要太伤心，儿苦痛有思想，岂为长子不
莫非去就是我亲眷？唉。儿郎，母亲，为娘还想起一家亲眷。哪一家？儿郎，你父母，他家是襄阳城关门，已有9年无音信。我还是到襄阳去，许下你父母家境里。父母啥子有9年，岂能9年无音信？父母啥子有9年，就给了观望的老乡亲。儿郎，两地相隔千里之遥，怎能回他？你且坐下，听为娘来讲。我儿你还多知情，方正两家是亲。你祖母早亡过，是为娘抚养的父母长成人。那你为他办喜事，我配送真子有几声，他磕磕地地不上桥，定要那真子把他配送到陈家门。你估计日本家道兵，李无情提把他把归身，我家在他情意中，他岂为忘恩负义结了情，不再为两地相隔有千里，不能自然同饮心。儿郎，你自尊一句，既然母亲是自家，我就到襄阳去的去，只不过襄阳里是路条远，在天官越难为人，家中无人来照应，叫孩儿真放心。我儿带放关心去，莫要为我来担心。有件能是归开幕，无件成无也难有，孩儿身上无分类，无有本村在农村难了。儿郎，母亲，家中再也没有这地的东西了，只有这个家子，是为娘当年这些当了丫鬟，你无情好意相求，并在我这个家子一直不放。你却拿去调问人的一座路，这是弟弟留下的遗文，岂不轻易去调问人的？儿郎，我考乃是大事，你母亲在9年之下知道此事，他定不会怪你。你拿去吧。真命。
母亲，你此去襄阳，必须要早去早回，是因为家中只有也许二三王朝里，还有夫人三分里，一天怎能恰儿家中，四天之内要吃一生。48天好到底，49天为娘子还不真了，下去。法天小子臣，你不是方贵母，更是老母。小子人，我不能在这般光景，自从不配天人在海。连早为老一子老怕日子，小子人，因我一人到此，老夫人你这也难为，我是来家的呀。父妃，今日你家为何这样的呢？小子人有所明知，今天乃是你姑的姑母。上受此疾，哎呀，
这个难了啊！为何？我违背礼单，那是我是好日。哦，不妨事，小主人，请你稍待片刻，给老母去禀明老爷。来得真不巧，这厢今日是虎的之母烧肉之人，宾客迎门，我衣衫褴褛，岂必有着顾的父母的体面？小主人，我已经禀过老爷。老爷生命我带你从御花园而去，到来未到，先去经过夫人，请夫人与你相谈不悦，给我一载，备起什么礼带，拍高头白马，从二门出去，最终铁门报名而进，这也是方家的光彩，人家的威风。这也是故的一切好意，宝贝，他带我去见姑母。小主人，陪我来。对吧？来。公车领路无存数，世世代代相拥我。红拥三块，老夫人下了这节起来，老夫人要把国营务实在。晓得。老夫人呢？弄是娘把观音，娘把观音，怪不得不起大好。是啊，今朝老爷做人，这是多少片面，多少热闹啊！哎呀，红拥三块，老夫人，今朝真不是闹娘。老夫人来了娘家的辰光，比他老爷做手啊，这是要闹你的多了。来个都是滚亲滚绝，送的礼单都是金香若开，几代家来的，无论地方啊，所人不晓得。红拥三块，老夫人下了这点起来，老夫人要把国营务实在。晓得。红拥三块，老夫人马跑进去，让老夫人静静叫个秀英。晓得。好在，我个镜头不能当人的。今朝老爷做事，我晓得是喜事。阿南为你要出家，另外又说个喜事。何奈小主人到？什么人啊？小主人来了。哦，宝阿亲来的呀！果然是喜事，我是娘想，今朝总是把我想到的。我问侬啊，宝阿亲为是桥来，为什么来呀？哦，一不是桥来，二不是马来。是不应到此。那么一三年，一早
听听。说不起禀报老爷，老奴已在禀告老爷，老爷是命我大刀来回道，前来经过夫人，请夫人与他相同模样，给我一塞，背起什么礼带，配备高头把马，从后门出去，这种前门报名而进，这也是方家的光彩，陈家的威风。各穷鬼来了说地方，堂外后见，叫伊进来见我。是。小子人，你想保护雨伞进屋，我在府门口等你啊。小子人。你嫂子见了夫人，夫人倘有言语冒犯，需要人来气愤，岂不可得罪夫人？记住了。父母年满之人，耳聋眼花，听不清楚。小财大吉，哎呀，这口屏风说人送来的啦。南无弥陀佛，有没有听清？哆呗，父母在上笑得风情八节。哎呀，今朝你这出搞活起来噻！好哟，笑得风情来了。啊，是啥人啊？父母。哦，是方阿庆来的呀。起来，说动，谢父母。穷人受尽啊，穷起米棒棒叫凶像我从来爱听你。想不到今朝真情上门来，为女叫人方宝贝，长不花语难得开，东风飘来西风吹，你何来听到下有凉？姑娘想你早一人，来回到你来回。方阿庆啊，父母，那娘在家可好啊？和故地姑母之福，母亲在家还好。方阿庆，侬还是得到还是路过啊？晓得是他地来的。哦，今朝让顾家做寿，想必侬是特地来把寿的，离在那种啥地方啊？父母，晓得原路到此，不知故地有人，离得不大。哦，一切数账，好
好个，侬晓得姑娘吃素，红用三块收来收。我晓得你单没有，我还有一袋馒头。也好个，后头侍女们纷纷也收来。小才因家贫如洗，离别离大，这是皇贵。李代不备，一双空手，跟侬来说说。小才一来拜访故地父母，好个，这你是小人个，哪儿人？渴望当留表弟，也好个，有你必有三，根本哪三人？这去哪上？父母一言难尽。侬来这么总要讲文字再走喽。父母那么一个小
三不两银子来还我。假使没工作嘛，我3不两银子放汤在，我可里穷得大光景，还是做官为花人。你就在放进54个生出来在当不定，牵动马子无马的玫瑰花出根。想起我从前在关门，放家富贵与民生，平时里来读书不记文，浪表且度过光阴。你放家把我玩不去，还要把东参加。父母是我同无期，小的是每日用功都进来。已经大比4年将要紧，我台为父母亲考验，少得一棍兵分在放家总是被翻身。我可你穷上穷死穷得根，只恐怕今生今世难分身。我要试试与母亲，父母啊，你不要把这人太困情，说到世事无尽，到现在还不做官啊！夫人常言说得好，天差眼内无人知，只要晓得进宫途，我放心终究会翻身。啥子你放心为呀翻啊身，是非是三老东山若西呀身，啥子你放心为呀翻啊身，老药青山能结冰，铁丝开花结铜铃，黄酒吃过别麒麟。啥子你放心为呀翻啊身，龙康好处五个人，少走兵里出东山，浪湾吹我一方啊亲。啥事你放心为要翻啊身，是非是朝中国若是官情，真正啊皇帝爸爸多个人，皇帝却少是大人，东当庭西当庭，当庭到河南太平城，还有农村修在小方清，吹呀吹呀吹呀吹到紫禁城，这里做过四大臣，几句古话都为因，你放心才能得翻身，几句古话不为因，你放心今生今世难翻啊身。父母常言道，多大来说难遭黑，全部在王子中人有3倍啊！如果我出生，这怎么多大来说难遭黑？做姑娘不早嘛，半百年纪找下来噻。
我们要找到敌人。父母在外吃苦，我是困境我放弃。你不要地下把头上西安，别到风吹为去求，把头风西也违法，无法无人小放弃。你是一只路边草，莫要得来又要啃，啃完草根无草心，你的草根啃过心，叫一时为自己。他比来比去比不完，把我放弃这情况。父母，我不到京都坏罢了，上进去有的就放送到院。哦，方阿庆啊，我真想做官人。我不做官便罢，做起官来倒有17、8品，什么要用道路挑？朝中只有6部9卿，瓦乡只有7品之些，哪里有17、8品官啊？哎，有，闹，大武人家同堂官，中等人家铁堂官，贫苦人家我堂官，少妇妈妈的普通官，读书之人的别堂官，年老之人的试验官，郎庙郎宇的文判官和武判官。哎，搿种官为领侬不是做，侬做个官嘛，是实质通王所官，超来官了。我不在望吃气人，舍得我当天父，才离不美。你快去小姐是这不样，不如你仅仅做是困乡人。哎，要是看下，做姑娘出看到会得看哦。姑母自己还会困乡。我从小受到1里8个，结果某一想法。方阿庆啊，让姑娘来送我一箱。方阿庆啊，上一道头皮圆圆，鼻中长牛，那个头皮不圆。方阿庆，那个头啊，既不像萝卜头，又不像鱼拿头，像大山窟里转进转出个蛤蟆头。自古道蛤蟆头皮尖悄悄，怎能带上无所毛？左肩低，右肩高，南穿朝中紫龙袍，鸡胸狗肚扎笼统，腰间骨大扣不牢。如是结骨细又小，方地造须满一套，上上下下都好看，
做官了是想不到，想不到。我不该话，他可不舍得我放弃，难受人，我一再的来为到，作为家妻及娘亲，将谁守着尽难忘。老娘亲，家中大米家要紧，指望父母能照应，不可今年可外面，莫是我老娘太伤心。哎，天下无难事，但怕老面皮。好，你等我到民国了再去多少啊？被人家看见的，看实在。红用3块。哎，搞出来。老夫人，想我是啥？今朝我娘家的侄儿子方阿青来着。哦，方来了。哎呀，阿妹啊，俺是老听见老夫人讲起，娘家多少有铜钿，多少客气。今朝嘛，好娘家见识见识的位方方样来。对个。哦哟，头也不放，脚也不放，一顶帽子都是放的呢。原来是一位穷酸相公。岂有此理！哎呀，阿娘啊，读书人偷偷是来骂人呀！伊来骂人啊！哼，穷到这样子，啥要强说有家事，伊看俺不起，俺可以不起。对个，俺去问问老夫人看，伊来做啥个啦？好，老夫人，早上要来做啥？来家人子个。有家多少？哼，300两。300两。是的。那么老夫人，侬嫁不嫁不伊个啦？我真来了想，这种穷人是离不得个。今朝来叫300两，明朝就是600两，后日一定是1000两。老夫人这个人嫁不伊嫁光噻，该打个四方。
老夫人的银子嘛，好比我毛扎些；这穷鬼啊，好比后花园里一口井，挑些苦井，永远也铺不平哦。我真想28.79菜，一刀2头。对个，这两个也好。哎，清清句句，多少总要加点给人家的呀？哎，再想想嘛，12年是娘家亲，不嫁不义嘛，神经上活不过去哦。好吧。红油3块，老夫人拿到里下去，驮一兜三米，1000个小铜面了。晓得。放阿青，好过来。放阿青，你早来3天也好，迟来3天也好，今朝嘛刚刚不巧，你早来3天啊。大勇士老和尚的园圃里，我不下去的。今朝那姑爹做手，又是忙不过来。喏，1000个小铜钿，不能做手费。一兜3米呢，那娘儿子去烧吃，神经不跟我忙上。做姑娘的也是给你的。姑母。家母爱当然好，小人千里留情。难道你在那1000小钱一兜3米，假意怎么？这是有滋有味。小宝贝，做姑娘的家不能过在哦，这侬自家不要，公也不客气，在我3块多进去。我们这是心太黑，他把我去给花了。老几呀，走出来味道。本期被母亲领一瓦父母到王府，父母他做母亲抚养当人类，如今他为人心太苦，一路为人去把里边。放心，我银子不加不弄，侬到现在不肯走来还？这次回来我不借银子，怎么能3周4回的做说？3周4回，非为比。不懂啊，你为人不苦往谁人啊？那么我出啥？倒是先出子呀！做姑娘有啥个心情好？有啥个冲更好戏啊？祖母早亡夫，我母亲抚养你本人，父女系列都是我娘们，你不给家养有不忘孙哼！离起那娘到现在。提起那娘，我一肚皮个气。想起我小的辰光，那娘一个早天亮来叫我在，姑娘起来，姑娘起来，一杯参汤帮我吃了，真是好意呀，好意呀！那娘想补上我。吃我参汤，那娘等我来石头了，拿起黄杨木梳，像李三人把松毛个多。侬看，
现在头发都掉了呢，拾起头来啊，像地老虎一颗，多少呢？可你那两个心脏多少哦？自从那方才两家结了亲，父母家到襄阳人，娘把你在里红烧白炖水，你还要啼啼哭哭到天明。我母亲妻子三番来破门，你定要真是把他陪嫁到陈家门。我母亲对你这样好，儿子你家是不你我说起啊，好，我是不经三经，我是忙跟风，我们呢，你做一下吧，不结了，现在回来吧，不来了，我不相信。对天是女儿，好，不来我听。上是国家的儿子，上天在上听分明，放弃我有关追到襄阳来，如果用不上人们，我家的陈家不归你，可是不必。我不中自知平分，这种穷下收入又小，好有三块，我这个穷过得起吗？我自己回来，自己为最后用力过。气死我噻！有了，但愿一生
堂上被你人家羞辱的够了，如今我还要滚来做什么？方大爷，你弄错了，我是小姐身上的侍女太平。有什么事？我家小姐她要与你说话。有话还是在讲，我要走了。方大爷，我家小姐已经来了。在哪里？就在那边楼台脚下，你要是答应我，便去请她来。她与我有什么往事？她也是一片好心。我在此等她。好，我去请小姐去。有其母必有其，也未必是什么好人。呀的，呀的，表弟，继母在家不好。好，好，表弟讲的路上一路安好。完好。表弟呀。不必他客气，女妓不是自理白，既然我母心上给，我带你同结父亲在安排。我的本是华心人，岂用我在穷虽人？父亲母亲不一样，他让着你放家恩是黑，要的好意我关怀，真来是我把你老母难定的，既然表弟在一回，快来此事难挽回，我有心等你路比人，恰请到我留待多一位。表弟待我自处好，父亲终身继兄位，这是我堂前
就成家官非在，既不肯前去见母亲，也不肯留下我前代，再算是贫穷是不穷，我怎能叫他空修为？亲家长带过来，既然方家家道平，将保卫归还理应该。你好在路上，小弟不必费神，小弟非的事，语气就要生气了。小弟费心，你可不要走啊！做了四门亲，表弟你好比荷花采5
不但是小弟心关切，我母亲她也为关切你。你我本来是至亲，至亲不必他客气，举目太平太问好，莫怪我猜我少理。隔壁表弟才夫妻，父子相为不有情。望君当的人不是，私本私自用不义，有关在了金库，无关用不当事的。表弟，此话差矣。你我本是至亲，你如果要来，不过你也是要来的呀。小弟记下了，告辞。表弟，表弟何事？你这一个高兵，你要当心。知道了。方大爷，方大爷，问我是。方大爷说我来到此留情，我家老夫人翻脸不清，我太病困了也是不平。上面我四个丫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这里有7分03银子，送与大爷路上用。太平，我最好是有你的人，这也是他一番好意，你就收下吧。回灵看世界多多寻找天花人，地中松开恰难逢，太平里千里路望尽一路，共情关切记得胸。表弟太平，两位深情而言，放弃民国父中，二位有情。表弟，表弟还有我。你这一个高兵，你在路上千万要当心啊。表弟知道了，表弟请回往去吧。在华定都是为妻不能远行，太平，你总要多言之美。
红云，红云。哎，老爷，叫我做啥？方家少爷他到哪里去了？说我方少爷，我是不晓得的。那李夫人呢？老夫人辣辣后堂歇歇。会请他进来。谢谢老夫人。老爷，夫人，不来了前厅别看，到金堂里来坐坐。方家这日他到哪里去了？侬问哪个出宝贝啊？是啊，你是怎样款待于他？我赶出去了。啊！将他赶出去了。有说客气啊？好恼！好恼？那这少人生气啊？不与你生气。跟我生啥个气了？方家这日若难到此，不明人选带他西来见你，要你与他宣下木约，给问一番，在此里反将他滚出门去。你做的好事啊！哼！我不来管侬，侬倒反来挂起我来哉？明知方清是我的内子，侬平白无故叫伊死来见我，分明是耻笑我娘家贫穷。呀，是因为我见他身上衣衫褴褛，怕被人取笑，所以才要他先来见你。在此你不将好生款待，反将他滚出门去。想到我若不自知，多蒙你兄弟把我才有精神。你稍稍待你也是像亲生子女一般，你是此因为岂不是恩将仇报？老夫爷你把良心没恩将仇不理他退，不应该将风情滚出去，不理他孤孤单单空生为。哦哟，放起来嘛，道理一大片。跟侬一般哪个人？说名人将这儿在位啊！这桩事体可以哦，这桩事体随便哪个不答应哦。侬想拿这个穷举叫进来啊？好羞伤我啊，好气伤我啊！怎么？你骂他是穷鬼啊？哎，穷鬼啊！那不现在本是夫妻，我听说将你重责啊！侬敢打我啊？侬吃吃包子蛋啦？好，侬打。老爷，打呀！老爷，老爷，小夫人拿了包裹雨伞，气冲冲的已经醉了。陪我亲自去带他回来。是不是？我一定要去。一定要去。请说带他时候。谢谢那么谢谢。公主人，走来。老爷，哎呦。方阿青，我的那个冤家注定在，哎呦！哦哟，三卡来扶我起来，哎呦！家为人光亮，有梦太平为明亮，并不是天下乌鸦一把子。对此事中情难忘，人人踏入为对方。
亲人当作女人啊，人造孽风人难受，放亲啥子不得从从此也不都想呀，是北故乡洋人，还有表弟谁猜我叫我切记在一个九重人，害我协助一位再走，我却不送起我，表弟人不中意，害我非但叮嘱于我，将我当心保护。原来他将父母辈家的传家之宝赠予我呀！这是什么？本开我107岁。这不是表弟的年根吗？原来表弟思绪众生，放弃老怕子，表弟今天终身相许，真是难得。表弟呀，表弟，你待我放弃。真是一忘记，听人说马蹄响，也有人问我，我不是父母的就表弟，他人在我为襄阳。多叫我一声，就是灵魂战斗了。小子，哎呀，小子人啊！哎呀，怎能这样哈？还让你对得当起我的下气？你回来做什么？老爷来接你回去。我不理他也来了。老爷，哎呦，他来了，老爷。那想给是风清谁人？真是小人有理了，罢了。这儿为故的今天要为你不是了，话小人来，金花同客眼看，门可引领大热悲，故地应得难分身，我内心自来记得，你为何不知被欺负去？故地罪人不将你滚！我是故地罪难人，小人为人受礼拜，有家一山多拉里，怕点着故地查妹妹。
所以我不舍得回家去，望亲故地多。儿不知道归来归去都是归你父母，你父母凭着不应情，现在他就将你来对待，故地亲事滚到死，外老女儿母亲父母是长辈，小人真管尽回。既不尽归，就该随我回去。陈兄，与你小子谁在哪时候？看嘛。故地小子身上腐烂得很，你老人家府上贵客人多，他爹说故地妹妹。儿，你不要这样讲话，为故地的被他去了，不能接待于你。你与姑母稍有不和，那是一件小事。我们分别多年，有多少家常话要与你谈谈。来来来，快快随我去啊！不的，有话在此讲吧，要小人委屈，万万不能。既说你真不肯委屈，我也不能勉强。陈兄，许您指教于你小主人，作为顶流之辈。是小主人。不的，小人以得天日月，不留成家分文。这儿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叫你遵取，你不肯遵取，在你年纪又不肯收下。我来问你，你此番千里迢迢来到襄阳，必有所为。这也然为是来问故地姑母上家考人的。糟了，既然为家人而来，哪有空手回去之理？外将银子带去的好，正确把银子交给你小主人。小主人，不的，小人有言在先，在难容命，故地莫归。好，不收银子倒也罢了。我却问你，你可知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是故地吾日大人。既是我大人，为何不请我拜寿你？亏你是个读书人，连理也不懂了，岂有之理？好好好，快快随我进去，与我拜寿。来来来，到马去吧。故地受担之人，理当与故地拜寿。这是小人一出人夫，故地啥不也请嘛？就在这方教雅啊，就送定我与故地拜寿。故地请上，在小弟大力准备。这言是真理，这里待着与家里一样，也好，也好。在这儿，我问你，你可是读书人啊？只有长夏苦读，苦孙日的时代，史书上可有张在斯，有在不可日这句话吗？有的，有这句话就好。你做小辈的与我拜寿，我做上辈的不能不给你一点赏识啊！来来来来来。
这银子是我张在此，有些不可思，如果输人就该自理拿去。不的，虽然是张在此，有些不可思。有道是君子一言既成，驷马难追。故的是此官位，晓得心灵留日。有志气。家一把我，还得回归在曹公。男儿是爱应不报，谁来放情流落在他乡。见这儿是此理性，难道从此就断了我两家的情路不成了么？哦，有了，估计他年轻有为，倒不是将女儿的终身许配于他，料想我一桩心愿，也不至于断了这门亲情。你既不为妻，又不肯受理，我有一桩事你要一用才好。只要不明着修人良为襄阳，万事无不从命。将你表弟的终身许配于你，以为8年之后，你意下如啊？表弟对我情意深，芳情难忘他一片心，故地请求来许回，不与我背地里私吞，我咋不用再门亲，我爱表弟也是真情，我咋是用了再门亲，父母好是带头人，做事有些心不定。这样，我全却运了再门亲，这是小的家伙里既不美又不平啊，这姑嘛。哦，就以家送的为美，天上把用为凭，可好啊？小人一人就是，还需兵至老母。这就是了。女婿为本子，那你就该在我为妻啊！要小的为妻呢，那是万万不能。为妻见你有母言是应该的呀。小人失故不做官，不见姑母。你是谁？不做官不见姑母？没有谁不做官不见你岳母啊！
来，这我回去吧。不敌，有道是好马不骑回头草，哪有长家谁到了？有志气，孩儿啊！你自去途中有情人，应在临安自动心，但愿你早日把我的尊得中高官给我美银，今日两家要同来我，去不可自请必为难路人，你还须念在回头前，你姑母的言语相记恨。他那里纷纷定说无放弃，我妻子王爱另一人，我的儿死去不来好天，难忘今日就送你。小子人，哦，小子人，想当初王家多好夫，人见人爱好伤心，如今你穷途落怕不了道，老路困了心不不曾写分子你放家不，在夫人被嫁到陈府门，今日里我白日领了无良你，曾见你了表昔日私不情。
上遇见我，不留天能陪，命难逃。好，快些命有个死神，千倍保护，数百银两平论不少，给我滚上前去！刘小天人，我这个就是在哪一件这件衣呀？你这里背的是什么？这不是银子呀！放动不动手？好王死不得呀！还有气息，将他关心。引路人进来，引路人进来。第三个天黑地暗。小弟领教必允许，谢吾于临生，曾与非非之交。此刻小弟归随江西，情夫之身，正若追马上城。一日放兄同志在上，不知意下此物。这是老母在家原因，非到不放，临生将放我起来，一举了。多谢师兄。宋军在，
明日去到湖南开封府家务院查病村，将方老太太接来死。起老爷，您他请进是。老爷您问谢老爷。罢了，都是何事？近来有人前来禀告，边上侍卫好像老爷家里的保外正是他。哦，我儿前来禀告老爷，正是他，并是我家之辈，并是小心手上，为何流落才归？我恰近来府中业务出到之时，得到急了。正是他可曾带来？也已带来。大人我可老爷请说。他故事我听小妹，只有带来并不少。这种事他哪里来？此辈并是我女儿嫂。难道他种下什么不遵万万不能将此来伸张。此辈故是我家之宝，以后流落在外，在我做方明来。便当此人可才，我一人将他留在店道，说明你待到府中，我自有下落。哎呀，猜我啊猜我！你那种下什么不敦之事？你怎能样对得起你的爹娘？给我教他出来，问个明白。女儿哪里来了？了，弟弟，我女儿出来有凶交，怎知他可在你的房中？在女儿房中，快将知他取来，是为父是有用处。请个弟弟好机会，要拿子出为无来，真是他已经认表的，莫不是弟弟自已明白，为何不肯在人家，我一时心中无滋味。弟弟，正是他已被女儿葬在龙家之中，一时得以去处，我
的不准时，清清楚楚地讲。月儿，快将他去来。弟弟那里深大将我开我为难，我本把的弟弟在今将他弟弟要救谁的？我从来不把在今叫我也去打谁？这是真是他已不在你的网中了。弟弟此话从何而起？快报着演将来，免得为父生气。弟弟，我这里也有一座珍珠塔，你拿去困来。天子他不与我心内心，他自今天气动容，分明在如真，他真有叫的为我用。他说我真是看到了弟弟的事，好叫我如此有想幸福你，原来是难以说，我只在旁边在这静。弟弟呀，那一位的娘当心病，家里来自大清女，只怪母亲不思忖，放家恩义，表弟他一怒为真bü他面大怒用心内语，他与徐母在无奈，独在艰难，一在不惧。女儿闻言心难忍，待你弟弟来插队，怎知他本是当家有，是女儿教育表弟心，名叫方家的饥荒。
才是哪里来的？兴隆党的赵红哪来的？地道之人，我已命他带进府来了。哎呀，弟弟，小弟此番为家去，莫不是公路路上遇强人，人才本是相逢，难免要记在起一起和心。但是表弟遇强人，弟弟呀困来他意难为命。妻女儿一进了提醒，是他送亲走在心，在我离开听不去。弟弟，你往哪里去？将地道之人亲自送到府衙，问出口供，便知你表弟的安危了。弟弟，子不你快去吧。哦，为父知道了。等表弟李香阳，路上遇强阳，本是他要到了在人的地，不是那表弟本帮。为他担忧，为他的把永安东去到乡，一女姨娘到安康，二女继母不离上，三女表弟上娘喂。转眼已经到安上，表弟来了，嘿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问我有什么事？你不是要找人与师傅吗？我但愿你强行起上，再为你请人而去。可巧今日政府的小弟竟下来了，当日与他相见，岂不是好？我这般光景怎能见他？不妨事，你却恰作为送达之人与他见面。再到是的，你快到外面去准备做菜，稍日我来还你。多谢师傅。小弟弟是有妈有婆。不点小弟请稍息片刻，便
什么事？我家小姐问你为何伤心而来？伤心在只有伤心事。啊，小姐，他说是伤心人只有伤心事。你去对他说，他有什么伤心事，叫他上前我与话问他，因为与他本有家庭事。老人家，我家小姐说你有什么伤心之事，但小姐说了，他定能与你翻越家仇，叫你上前与话相问。来，老人家，你有什么伤心事，自管讲嘞。小姐呀，离人开业来别离，好事刚生此心头，因为我家早读书，灵儿想养把亲头，才使他一去无音信，实人大海不为主。老人家，你姓什么呢？字叫什么？老夫人娘家本姓杨，方清便是我儿媳妇。小姐，他的儿子叫方清，他这个从小开始什么？闻听此言，他已经下原来，举目来到襄阳城，开幕上的上一回，我是举目过你，你果然是才个真是。太平三姐太夫人，是啊，举目清楚，举目引我到此，我是来寻找你表弟来的。今朝表弟是啊，因为家中在难处，明儿想要
心，表弟他不会出什么事的，你不要问我儿他已经有了什么300多了，李生至于不是。舅母，我看他这般模样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我嘞？你见我无一口舌，吞吞吐吐，你们将我儿害了。果然是有继母必有继女，舅母你儿啊，你错怪了人了。小姐，你我不在太夫人失了手啊，叫我怎么说得出去？他如今是你的舅母，来日还是你的婆婆，有什么说不出去的？我去生。太夫人，文艺心不人，偷偷出了守房门，甚至把他所来罪，年更天是许终身。方家少爷不是的，被外送灵魂与相跟，但去世报神不见，才要心抗于无知情。必是太平来，小心实在是真心。看来我儿小度接受，舅母，我正是为了此事放心不下，弟弟到此来烧香许愿的，在梦里一片人心。可是我儿他无法消受了。舅母，儿啊，儿啊。在永王，
继母，你便在我回家去吧，待我吩咐他们准备车辆。妈，你母亲对我儿子，我这地区哪有好事？好，既然如此，继母在此嫂子，待我回家禀明母亲，再知道理。师母，我继母在你案中，你要好生看待，一切费用我叫彩萍送来就是，请你知道。好似长龙离困境，今日兵符当清明，七上做官度女士，翻作云峰花园人，相互3年之前来到襄阳留情，似乎真光景。今这种对名状元，封为七上做官度女士，路过襄阳，我有意当伴有方道士，就拿这一股金棒，都要在府面前长长道理，看他把我是何番了。一别3年，又不知故地与表弟怎样了啊！前面就是御史府里，在我尿裤的门过后门而进，不放水。流落在家里唱道情，我替大家敬酒，因为虚太神经。私下列领高人英，花园之中冷清清。谁知道年在此里，标记人他尽一生。前面就是那味道，父母他乡必在八百九人，待我敲当起来惊动他们，小到下山来，我花便离开，一股一心香，才中先来，才中先来。谁敢在此学王好好啊？哎，此去放本是我啊！啊！哦，小主人是你回来了啊！哦，3年来我老爷找着你好苦啊！来，他在老路去接付老爷。宝贝，你看我如今这个样子，真见得谷底呀！此去不敌，有什么见得见不得？来，宝贝，既然要保，不用保老爷，来回堂去禀知夫人，
我要先见见父母。夫人要报门，老爷也要报。你确定是夫人就是，我在此等你。哎，小夫人，小夫人。老官家，啥人来了有花园绣我草呢？吵得老夫人今晚也不好了。我那小主人来了。我也来了。是啊，我要去禀告老爷夫人。老官家，侬去报老爷，夫人们俺会去报告的呀。罢了。阿妹啊，我们风叔也来了啦。哎，对个，我想起来了，到了3年前头，伊把老夫人赶出去的辰光，因为不过事的呀，不做官嘛，不进陈家门。今朝再回来，一定是大官回来了。哎，对个呀，3年前头，俺发财之意，今朝子么一桌子大官回来噻。哎呀，做么那个办办呢？做哪个办办呢？就是这。哦，阿姐，我去看看，到底做啥官呢？哎呦，鬼子做的真不小。你做啥官呢？妈，你是谁那运动到早班，俺家还有2根棒头。真老婆当导演，你做的是大官啦！哦，伊原来做大官呀！我个老夫人。好了。年轻老夫人，为人要有好心肠，无事得少三思想。空用3块，叫他到后花园去看看，啥人在那喧哗吵闹，看过了没有？恭喜老夫人，恭喜老夫人！天高头跌落来啥个喜事啊？放下少爷做子官回来噻。哦，阿青做子官回来噻。鬼子做的真不小。我是我姑个呀，我的帮阿青千定法门，地国方圆，从小聪明用功，将来必有大富大贵。夫人帮我活着噻。喂，老夫人哎，侬猜猜看，伊做的是啥个官啦？少光点嘛，不是女士就是情恩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侬猜得太晓得，伊官是为了读得多年，要不怎么就是当朝首相。哎呦，老夫人哎，伊做的官啊，比首相还要大啦。再大是大不出了。喏，伊是谁那运动到朝班，身穿道袍当朝衣，伊做的是大官啦。啥？你做的是大官啦？嘿，是帮我活着呀！3年前头，我做50岁的辰光，一眼就看出伊，像伊这种鸡胸狗肚、螺丝结骨，少个出息人，将来不是讨饭，就是唱大琴。哼，果然帮我活着噻。哎，老夫人，侬的眼光真不错。搿穷鬼来了啥个地方？陈轩带伊去见老爷去了。见老爷去噻，俺得来报告侬老夫人晓得的呀。搿穷鬼见知伊拉姑爹是一定做不出好事体的。再是上次啊，老爷俺呢还能终身配拨伊噻。嘿，我倒要去看看，到底真公啥个样子了？要是真个唱大琴啊，我是要退婚的。要去看看。我用3块，到3路晓得。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，喜红红哎！我那小主人回来了，是我父亲之他回来了，小主人回来了。我问你，他桥来还是马来呀？不是桥来，也不是马来，是步引到此。身中衣衫怎样打扮呢？他头戴道巾，
才羽翼，虽那与孤结伴。这道急了，想起当年家风雨，他虽已不轻为黑美，至今3年未下位，为何不去结功名？青春青春同老爷也要接吗？是吧？3年之别到娘娘，结非报主好亲，见得最大我心里，我家妈老就是娘。好足下协助，你为秋松的分体，一如女将被下落不明，为故地的私事情早，今早不成，今是真的到此啊！晓得这事。故地真为知道，那将军名叫邱禄教，他将身至他那里颠倒，已被我送婚就办，将军早出求公故后晓得。哦，你以后怎样，会是与故地知道。故地为何一往情侣？为了要见姑母，才扮作老子模样，他对故地失了身份的姑母。但却满是真情，往后自为明白。故地以往之事不提也罢，但江湖风表示这些年来名用颠沛，快报这言是与不听，但是到了京都考级一过，他才考上。你是赵氏公子最相随，还有妹妹就是相，难道就匹夫深入了吗？家乡有路归不得，本想如何之人？哦呀，使不得啊！家务不去动，就那雨过雨结伴，白头
看到在朦胧，唱尽父亲心我事，唱尽人间思与穷。他虽是流落江湖，不求东，不亏他永不遇见他不懂。在一天，他脸上好比菊花红，今日里他脸上虽比桃花红。两朝廷说功名就，难道百姓也不懂？送下，送下。哈臣，你领导可好啊？家母，他不明白。我女儿在法院中遇见她的母亲，至今她恰来骗我啊！哈臣，你妓女道上也为了些什么本领啊？常常道人说，你是哪后悔？谁叫一个，谁叫几番，要他后有先让他独人无可。哦，从到今，怎么能保得你母子两人一人三餐？你有所不知，这一股铁板敲打起来，倒要比祖国好得多呢。真记得你，好到你会经食堂梦中之人。哦，原来妙在其中。他的确灵魂多少啊？大户人家人敬人迎，中等人家七八同情，小户人家得入的吧，领主人家分文不取。他到9岁时，我再问你，你3年之中跑过几上哪的啊？我们跑过7上哪的？哎呀，想当年我落魄之时，6年来这山上，如今他3年分走的7上年。你几走7上，可知辛苦上元却在哪里呀？这在西关论场，哪一家呢？名叫别方亭。别方亭。哎呀，论场只有别云溪，哪有别方亭啊？哦，是了。都家有的难容记，他一定是革命温馨上进人，想必是3篇文章总会是7上进作才的精人，当然不肯真情讲，他对我故的家心冰心忽然做起逃过来噻，3年前头直播讲啊，今朝倒要看有啥个面孔来见我。哎呀，我听说宝阿青都逃过
我来噻，我是特地来望望伊的。放阿青那种啥地方？放阿青在小人推荐姑母。哦，谢姑谢姑哦，不要跌了那个手嘛，头怕成那个龙包。放青来这到此地，这怪我公子说的差一点，来屋头一也不认说，拖得那龙袍风兮兮，想想叫人更有气。来屋头还不与我滚出去。3年未见，姑母身体可好？托付托付，没那宝贝出你听，阿里有我今朝的荣华富贵呀！方阿青，我倒要问问侬，侬一想来了啥个地方得意呀？小人进京观考，但是到了京都，考级一过，他才考到。哦，作孽作孽！哎，小人困居京都，家乡有路归不得，本想随后日人。干嘛侬那个不去西人？也是小人命不该节，儿女老长把他为师，从此受那与国结伴，四海拥有，常常道义。哦，我倒想起来噻，那3年前头，你让我来会堂里告诉说个闲话啊。是我说道，不得志，不到襄阳，不做官，不见姑娘。怎么了？今朝回来，是来种啥地方？我来种啥地方？哦，文官也是官，武官也是官，我这个老官们也是官啊。真是360行，好这富贵啊！做官是7万，创造金也是7万啊！方阿青，侬会创造金？那么唱两个给姑娘听听，唱得好，姑娘赏侬300个铜钱1斗8厘；唱得不好啊，赶侬出去。这儿不要唱啊！既然姑母要听，这儿一定要唱。这儿肯唱，跟着老爷做啥？唱吧，姑母请听。大兴为，大兴为，兴文才在扬州人，扬州有个李文静，千里对情高上心，岳父莫怪心大黑。一名爱妇要开会，把亲人到做女人呀，此一好看我旅行，李文静瞧你我要等高花台上等夫君，到后来文静得中为家人，莫非百里好姻亲。
是强盗要黑他吹，有财有势有力量，不黑不你不行为，不了差了脚，百里不进心不在身。好嘞好嘞，我想听听道情嘎嘎义气，所人晓得越听越杀气。再不个懂点个法，跟那两位王草民唱得好，唱得好，我不还要听啊，所人要听这种高火的。为故地喜欢听，我方再唱唱一段。不要唱了，为不要听人唱了，如今不地要听人也是要唱的。同是长辈岂能两样困难？同是亲眷岂能忘恩留义？讲得对，快的是同类。不要唱了，你听听，说你要听这种高火的。这故人，大故人，在他一个小书经，去过不让回家人，上手将他来起来，人说人外人交谈，人言人语是人反对，书经历史都是到后来路过风向天下为天天都书经上，见了病就断了气，自立人真娇气，自亲闺女千忘记，最终送看世界上，锦上添花不稀奇，有一代穷人得志，你就来恭喜。哦，好呀。你这要比小书记，侬为啥不祈求功名？既然这么书经方，人家们有你这热情。父母教我唱道经，故而将古来比较，古言用言何作来？故莫你何必太多病啊？老爷过来，何事？ 3年前头，在那九松亭上，侬不是呢俺能送信配不义了吗？正是，赶快退婚！这是为了什么？我俺能做啥去干不该做大事啊？亲自一听，岂能反悔啊？俺儿是我养啊，我不做事啥你做事啊？我是要退婚，你要退婚，有我由不得你，有我由不得你，哎，有你便怎样呢？退婚这儿不答应，那便怎么办？当一出去。哦，当他出去呀、哎，怎能当发呢？哎，有办法哦，老爷子，很喜欢。我把我出山我当不应当的吗？不应当。交给我，得我来当。老爷侬当，老爷侬要对我狠狠叫个当。好，狠狠的当，老先生，老先生，老先生。
全来了。等小主人到了，给小弟去吧。是，小主人陪我来。是不必大流去。老百姓，今日当今高官中，我看你哪有颜面来见人？女儿，这是你。他到把永安去了。哦，到把永安去了，他可与你说些什么话？没有，他让得流来，为是3言2语，我是全部在把永安，他到把永安去了。我问他讨完之他，他就为这不得儿。哦，你看过了没有？女儿已经看过，在里面有一颗王金英不知道。弟弟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哎呀，我在唱导演的时候已经看出来了。弟弟，母亲再也不会拉婚了。他配婚出来不计划肯拉婚。我知道啊，这儿是个有志气的哦。他本来是有志气的嘛。老爷，我家小主人扶了大官回来了，老夫人你来了，吩咐有请。是，女儿啊，你快去见你舅父。白故里，故里，我是正王请故地死人，为道我不来怪你，只怪你父母报恩，这是我女儿心里善哉，不应该我连用都还没有做过你。小弟大弟，也是起来。啊，爸，一口不欺负娘，给我教他进来。老辈爷那里，多少？有少回来了，他回来多少？小儿送他回了。你不能，你老家不让我帮忙啊！
奶奶，我也听说了一遍，多少个神气，多少个威风啊！我的老阿嫂是满面的福气啊！只怪我当初不去迷得头了，今朝一眼路上死牛。哎，我这也是多少两家头，就是不与我俩上嘛，有什么关系呀？老老面面亲的李三高。阿嫂，你好，姑娘你好。哎，心比比叫个来打叫。我是我的这里只为做官了。当年襄阳来的亲，都蒙父母好照应。当年十八修容我，昆仑那位上天令。当年十八小看我，放假时我得翻身啊！小可对我，应该不知好歹。经常的父母，姑娘，出身不好，看在老身的份上。爱的姑娘好良心，不到娘家不有情。那年我儿来接你，盼望你将他归城门。今天母子同下界，离开归家的盼。哎呦，嫂，这好好吧？一路，母亲你们坐在孙女位上就找了母亲吗？孙女起来吧。哎呦，好喜乐啊！用这套经上高升，乃今朝满里修。小弟，你看大经难给了吗？小弟只有要有道，让父母老几岁，就与他们成了花不大。也不长做不久。哪一家？儿呐，你父母他家是襄阳城关门，已有9年无音信。我还是到襄阳去，去向你父母家敬礼。父母啥子有岂能9年不应信？父母啥子有情义，就该来观望的老娘亲。儿啊，两地相隔千里之遥，怎能归他？你且坐下，听为娘来讲。我儿你还不知情，方正两家是亲。你祖母早亡过，是为娘抚养你父母长成人。那你为他看喜事，我配送真子有几声，他哭哭啼啼不上
襄阳去的去，只不过襄阳里是路条远，得天不月难为人，家中无人来照应，叫孩儿真放心。我儿带放关心去，莫要为我俩担心。有件能是归太母，无件成我也难有，孩儿身上不分类，无有本村在农村哪个？儿啦，母亲，家中再也没有这地的东西了，只有这个家子。是为娘当年这些当了丫鬟，你母亲好意相求，并在我这个家子一直不报。你却拿去调换人的一座路，这是弟弟留下的遗文，岂可轻易去调换人的？儿啊，不考乃是大事。你母亲在9年之下知道此事，他定不会怪你。你拿去吧。孩儿生命。母亲，儿啦，母亲，你此去襄阳，必须要早去早回，是因为家中只有一对儿孙王朝明，还有夫人在森林，一天怎能恰儿家中4天之内要吃一生，48天好到底，49天为娘子还不真桥嘞，还是马嘞呀？哦，一不是桥嘞，二不是马嘞，是不应到此。这么一3年，一早，婷婷，昨
多少不去禀报老爷，老奴已在禀告老爷。老爷说命我大刀来回道，前来经过夫人，请夫人与他相长莫用，给我一塞，背起什么礼带，配备高头把马，从后门出去，这种前门报名而进，这也是方家的光彩，陈家的威风。各穷怪来说地方，堂外后见，叫一进来见我。是。小子人，小子人，你想保护雨伞进屋，我在府门口等你啊。哦，小子人，你嫂子见了夫人，夫人倘有言语冒犯，需要人来气愤，岂不可得罪夫人？记住了。母亲在家还好，方阿强，侬还是得到还是路过啊？晓得是他地来的。哦，今朝让顾家做手，想必侬是特地来把手的，离在那种啥地方啊？父母，晓得原路到此，不知故地有人。离得不大哦，一切素质，好个好个，侬晓得姑娘吃素，
红龙山瓜收来之后，晓得你单没有？我还有一袋馒头。呀，好个，后头侍女们纷纷呀收来。小太因家贫如洗，离为离大，可是皇位。李代不备，一双空手，跟我来做说。小太一来拜访故地父母，好个，这你是小人个，哪儿人？哪儿渴望堂留表记呀，好个，有你必有三，根本哪三呢？这去哪三？父母一言难尽。我来咱们总要讲文字再走喽。父母那么一个善良故，相依为命，不残生。三面有意样样归，家务分文才生人。
陀，雄华大志，来年便是大比之年，愿相亲近归好，真来家贫日病，既无温存，又无恩家庇佑，无奈何只得相亲友求见。这是他们一个个都翻脸不认。父亲他见我空手而归，平顺伤心。见了母亲，最好也将劝于他。心有千钧痛。母亲，二位娘爱心，儿啦，你回来了，为娘洗碗也烧好了，你歇息一会，你去用吧。儿不我。母亲想给我了，母亲也有吧。我吃过了，儿啦，人之可人皆当。我得到张家去见高，他是自然把卡离家门，李父本来是亲情，恰又是金币家为不应生，人中那些亲无有，一个个翻脸不认人。劝母亲但人一日起，你千万不要太伤心，儿日苦痛有思想，岂为长子过一生。正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真是苦了双亲儿，每日奔波最凄厉。早知是此，何必去求什么亲眷？儿啦，母亲，为娘还想起一家亲眷。有情自落在心河中在草不生，大高迷在难处大光迷归，为那放假收的自己呀。草棍人，一家天灾与人后，高望大吕花会人，东边欺负西边扫，西边扫到他天
穷爱我，不人家听见太呀太光，幸亏我的侍女不来了身。王阿庆，那么我要加多少人？小妹如愿生老子，很家三八两喜欢你。3百两啊！狮子多开口，人只用分手，一开口就是300两啊！王阿庆，这么那几时来问我小妹早在聪明一分一厘收上来。哦，有观众嘛，300两银子来问我。假使没观众嘛，我300两银子放躺在我和你穷的大光景，还是做官为花人，你就得放进我是否生出来在大屋顶，牵动马子无马蹄，玫瑰花出根，想起我从前在关门，方家富贵与民生，平时里来读书不记文，浪表且度过光阴，你当就把我玩不去，还要把东参加父母赐我同无期，小的姊妹是用功都进来。已经他被思念将要紧，我才为父母亲考虑，少得一棍兵分在方家总是被翻身。我可你穷上穷死，穷得根，只恐怕今生今世难分身。我要试试与父亲，父母啊，你不要把这人太困情，说到世事无尽，到现在还不做官啊！古人常言三对好，天差眼内某人在，只要晓得进公道，我放心终究会翻身。啥子你放心，为呀翻啊身，这辈子三落东山月西呀身，啥子你放心，为呀翻啊身，六月青山能结冰，七时开花结铜铃，黄酒吃过一麒麟。啥事你放心，为呀翻啊身，龙康好处五个人，少走兵里出东山，浪湾穿我一方啊亲。啥事你放心，为呀翻啊身，留在马子龙。留在我永不落他的小王亲。
叫唤，进门该不让法，到后门去吧。怎么叫唤？我问你，是你可是黑衣师傅没？让，请你去通禀你家老爷，这一户人放清酒节。无奈方大少爷乃是官家之子，他的进来不是骑马便是跺脚，身为像你这样穿的仆仆赖赖，很早就看，要不然送你到官，判你一个毛病顶替死罪。我这是放清，为什么这个毛病顶替？看，你让我进去。哎，李方大少爷都不认识了。下去。法天小子你不是方贵母，真是老母。小子人，我不能被这般光景，自从不被奸人染黑，连早为了一次老怕日子。小子人，你我一人到此，老夫人你这也然为我是来家的呀。父辈，竟是你家为何这样的呢？小子人有所明示，今天乃是你姑爹姑母上受此疾。哎呀，这倒难了啊！为何我违背礼单？那时候是好日。哦，不妨事，小子人请你稍待片刻，带老母去禀明老爷。来得真不巧，这厢今日是姑爹姑母双寿之日，宾客盈门，我衣衫褴褛，岂必有失姑爹姑母的体面？小子人，我已经禀过老爷。老爷是命我带你从后花园而进，到来未到，先去见过夫人，请夫人与你相长不约，给我一拜，拜起什么礼带，拍高头白马，从后门出去，这种铁门报名而进，这也是方家的光彩，人家的威风。这也是姑爹一片好意，宝贝，他带我去见姑母。小主人，陪我来，对吧？来。东川林路后村树，世世代代相拥红拥三块，老夫人下了这节起来，老夫人要把观音菩萨在下来。老夫人呢？弄子娘把观音呀，把观音，怪不得不起大好。是啊，今朝老爷做人就是多少片面，多少年了？哎呀，红拥三块，老夫人，今朝真不是老娘，老夫人来了娘家的辰光，比他老爷做手啊，这是要老爷的多了，来个都是官亲官爵，送的礼单都是金香月开，几代家来个，何来地方啊？所人不晓得。红拥三块，老夫人，下了这点起来，老夫人要把观音菩萨在下拜。
人。那跑进去，让老夫人静静叫个秀英。晓得。我媳妇人，好在我个镜头不能当人的。今朝老爷做事，我晓得是喜事，阿能为你要出家，另外又说个喜事。何奈小主人到。什么人啊？小主人来了。哦，宝阿亲来的呀！果然是喜事，我是娘下呀下。